今日我哋專程睇到呢間威美斯水會，發現嘅喺呢度好似搞緊一啲同世界盃有關嘅大型活動，現場真係有超級多嘅靚女喺度，佢哋每一個全部都着住好有活力嘅足球寶貝衫。你睇下呢度真係有好多美女。今日我就帶大家一齊入去行下睇下佢哋究竟搞緊啲咩嘅精彩嘅活動啦。仲有 K 房同埋其他娛樂設施。大家好，我哋今日睇到羅湖口岸，而家喺人民南站呢邊，我哋要去一間水會，先睇下條路線啦。喺呢邊一直行過去，見到個方程式，再繼續直行，見到東方廣場之後呢，我哋就快到啦。佢喺呢度離口岸都幾近，就喺東方廣場呢度，隔籬就係威美斯水會，去到5樓就到啦。而家我哋已經攞到威美斯水會嘅大堂，睇落嚟嘅好似要搞咗關於世界盃足球賽嘅活動，都唔知會點樣。感覺佢哋嘅環境都幾唔錯，佢呢邊都有幾張關於有啲世界盃活動嘅海報宣傳圖咁樣。喺我哋入去睇下佢哋嘅房間，或者有啲嘢特別嘅娛樂設施啦。跟住呢度有好多飲品同水果，種類都幾豐富嘅。佢哋而家喺度搞緊一個關於足球寶貝嘅簽到活動喎。之後了解咗一下，好似係威美斯搞咗個世界盃活動，然後有好多足球寶貝，大家可以見到個個都係靚女，身材都好正。好啦，佢哋都係好後生嘅小姐姐，大家可以見到喺世界盃期間，佢技師小姐姐都着住喺足球寶貝嘅衫，佢招呼我哋。服務按摩嘅，我感覺挺唔錯嘅。然之後呢，亦可以喺呢個水灰呢度呢一齊觀看嗰個足球賽，我覺得挺唔錯嘅。Hello， 你好呀。你好，博主。我想問一下，你是怎麼稱呼你啊？你是幾號呀？我是4個8。哦，4個8，哪裡來的？廣西。但是我感覺你長得好像不像廣西人。哦，有點像混血是嗎？對，怎麼沒有口音呢？有啊，口音很重。廣西是不是有一個很著名的那個，之前有個梗，就是他們講那個廣西話。哦，就是那些網紅是嗎？對，你可以跟我們講一段嗎？你好，我是廣西的，我是廣西柳州的。平時會去哪裡玩啊？我平時全國各地吧。全國各地，對，飛你喜歡旅行，全國各地你一般飛哪裡呢？我飛到我的心裡嗎？飛到你心裡了，可以嗎？可以。Hello， 小姐姐們。Hello。請問你們都是分別是幾號？我是3號。哦，明白。好像你們倆關係很好的樣子，認識很久了嗎？對呀，我們兩個從小玩到大。對。真的呀，好姐妹來的，對。你好。請問你是幾號啊？我是3個6。哦，你是哪裡人？我是湖南人。湖南人，那你是不是很會吃辣？對，超級能吃辣。超級能吃辣。我想問一下你覺得你一般會去哪裡玩呀？我會去新疆或者是國外這些地方。你是混血兒嗎？是不是很像？不能這麼說。那我想問一下，你下一個想去的目的地是哪裡？下一個目標想去那個西藏那邊。不想去我心裡嗎？小，特別小，就想。佢哋呢邊嘅按摩足療區，我哋睇一下，感覺環境上嘅話，亦都係幾乾淨嘅，空間挺大嘅，仲有一個大大嘅投影音嘅屏幕啊。咁我哋而家就去揾2個小姐姐按摩下。你們倆多大了呀？19歲。是工作很久了嗎？我沒有，我們剛來。是不是每個人來都說剛剛來？就是偶爾過來，還是長期在這裡上班？我們全職，就長期在這。好，每次來都可以找到你們嗎？差不多。除咗按摩之外呢，佢哋呢邊仲有 K 房啊。然後我今日就同3位小姐姐一齊喺 K 房入邊搖骰仔啊，或者同佢哋一齊唱歌。喺總體嚟講，今日成日玩落嚟，
我覺得呢度嘅水準都真係幾好，玩得好開心啊！喺各位家人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嚟睇下，我覺得都幾唔錯。加埋佢哋而家有世界盃主題活動，我覺得真係好正。